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听闻新竹湖口客庄是个风水宝地，今天到这来探访。村长说，3元工的一块匾额就能说出客家人在此开垦的故事。我是看到有很多的鱼跟船，所以以前是坐船过来这里发展吗？对，我们从大陆过来的时候，这个坐着船嘛，过来在这边开垦。所以最早期在清朝时代，湖口老街这边就有一个官道，这在官道里的话，这边有到淡水啊，到大溪它大溪当路是内陆运河，所以他们在这边从这发展。后来在火车引起黎明船时代，把火车引到这边来。湖口老街比别的老街比较不一样，是它的巴洛克很宽，因为那个马车要进驻，当时火车在这里下货的时候，它就会要有一个货，楼上是放着货架，所以说这边因火车而兴盛。村长说，湖口的客家人在清代就从广东陆丰县过来开垦，后来又因为刘铭传建造火车站变得繁荣。他还说，如果要更了解湖口开垦的故事，就要跟着他到山上的大樟树去瞧瞧。这条路就是我们湖口到新埔的一个中继站。早期在这边运输不方便，所以新埔的农产品都要运到老湖口这个火车站来运输，所以在这边是个歇脚。大概在凌晨的3、4点钟就已经到这个地方了，5、6点钟他要赶市集。所以当时的运输，包括的农业、茶叶啊、稻米都从这边往湖口运，所以这边是属于说，新埔跟湖口的中继站。算是搭起了新埔跟湖口之间的桥梁。对，所以在这边的运输是到我们湖口的火车去运到那个各地方去。那早期因为这个火车后来会变成老湖口跟新湖口的，又另外的一段历史。因为早期从台地从杨梅下来太陡，刹车刹不住。老人家在讲，偷天佛刹供台赖，后尾佛刹妈在怂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是前面做老公的人要在拖，后面做母亲的人在推。这个太陡，太陡了。因为地形不利交通，老湖口的火车站迁移，使得老街的荣景不在。但也因为发展中断，湖口老街的古老建筑才得以保存至今。